边嘛哈。所以各位，你们现在播这个影片哦，你看你想要移动你的那个影片的时候，是不是这个手指头在这边左右移动？影片是不是有播？有哈。然后我们移到这里是片头，白色的线在这里，这里是片头，对不对？再移过来是不是第一个影片？那是不是影片？对，啊，这里是影片嘛。但是现在影片这里哈，我们想要做一个向光向。手把手，祷告手。我们现在正在这个教室是在学习手机影片剪辑，就是我们现在所看的祷告手的手把手祷告手的影片，我们是需要剪辑的。感谢上帝，让我们透过剪辑，正如这个剪辑常要反复不断的看这个影片，就像圣经诗篇90篇12节所告诉我们的，求你教我们数算我们的年日，好使我们的心有智慧。这是很奇妙的，透过做影片，我们可以数算恩典，数算来学习我们人生有多么的精彩，跟有多么的有缘分的，好不好？我们来分享今天一件美好的事情，一件人跟人在一起。那个使人更精彩的代祷也有那个人跟人在一起，有时候会有一些小不才，有一些小冲突呢，也把它带到上帝的面前。家庭也一样哦，每次我们的家庭数算那个今年那个精彩那个重要的时刻，就让人家很多的回忆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就来回忆数算我们的日子，去看就记得去。